又搬回来跟妈妈住，偶尔跟着妈妈到迦南长老教会。在青年中，他看到一位很特别的女孩子，她热情有活力，难过的时候大哭，高兴的时候大笑。更重要的是，她很爱耶稣，常常对有需要的人伸出双手。在一次她去泰国的短宣中，看她付出时间、体力传福音，阿嘎深深地感动着。有美丽的双眼，我的灵魂似乎飞上了天，你就像是天使般的完美，我已经准备好被你接上天。人们明白心有精致的脸，就像是时尚杂志的封面，你就像鲜亮球鞋般特别，叫我怎么转移我的视线？我的灵魂正陷入寂寞的深渊，觉得自己在这世界的边缘，但因为你的出现，就在我眼前，黑白的人生变成彩色的世界。就算你的心放在别人那边，对我来说也真的无所谓，只要我们还有机会再见面，就足以让我快乐好几遍。于是，阿嘎也稳定地参加周6礼拜，在一次真情之夜网络布道会中，各位弟兄姐妹平安，平安！非常高兴我们今天可以来到这个地方，我们一起来领受神的话语和神的智慧。跟你旁边人说，神的话要大大的祝福你。神的话要大大的祝福你。关于我们今天的真情之夜呢，是由我们的台北三重埔长老教会在三重综合体育馆现场直播。跟你旁边人说，是现场直播呢？是现场直播。好，稍微知道弟兄姐妹可以往这边开始走。我们的现场直播呢，我们有140个点，其中包含2个是海外的点。那我们在我们真情之夜开始之前呢，我们现在做个祷告。慈悲啊，我们的天父，我们感谢你，感谢你今天带领我们来到这边，能够来敬拜你，能够来赞美你。主耶稣，请帮助我们在等一下的真情之夜里，可以领受你的话语、你的智慧，成为我们在座弟兄姐妹的光。还有力量，谢谢主耶稣，感谢你，祷告奉圣名祈求，阿门。好，我们的真情之夜即将开始，跟你旁边人说，要专心听，不要睡着哦。我们一起来观赏我们的真情之夜布道会。